过来噻。那个饼饼哪侬带得来吃只家，弟弟啊？那个再饭哪一路白相一路吃的啊？哎呦，这个饭还不吃的？吃饼。没糖没油，只有一点点盐，不吃么倒闭脑哪办呢？办法是有的，上楼太阳广场肯德基。埃里向个物事，是一人侪欢喜吃的，谁看到两人也开吃。实际上，埃个门堂子辣海50年之前，是一家间模糊性的回民面馆。可惜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，搭雨中蓝色一样，莫名其妙个显示得附庸附中。不过外国人蛮开，我边上一位79岁的欧阳阿姨，侪是当年模糊性的店长。那个纪录片里向的三娘侪是我23，我辣模糊性工作至15年，最大的本事侪是好玩制造牛肉鸡板的切门。猪肉娘心里向么海包皮冻，那么牛肉娘心里向个汤子落得来个呢？话讲不难听个，你24个月肛门谁开一碗店搞日家，一个哎呀到底本多孙子吃吃。觉得你幸福了海，想翻想。现在姐姐，你去讲拨我们到王母娘娘听，想当年吃饭也有2天的辰光，模糊性1日天还卖脱2000只牛肉鸡板，所以讲独生子放心的吃，大胆的吃。那么来食到牛肉鸡板，食到牛肉个饼。弟弟啊，那个再饭来再。